你對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特首唔使自慰嘅，中央亦都會諒解你嘅，市民都會同情你嘅。請你講一講，一個中華人民為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得呢個殊榮，你點睇？你可唔可以代香港人講返幾句公道嘅説話？我對呢件事講不予置評。有咩不予置評啊？如果佢個個問題都不予置評，請你坐低。喂，你要主持公道，有不予置評嘅咩？個世界梁國議員喺呢度。議員我唔係記者嚟噶嘛，我唔係記者，我係要問佢責噶嘛。行政長官點樣回答呢？行政長官係主席，我冇辦法唔抗議。我係未聽過喺一個國會嗰度話不予置評，喺記者招待會就可以不予置評。梁國雄議員，你立即翻埋座位。梁國雄議員，你要守規矩。梁國雄議員，我話俾你聽。梁國雄，你再唔停止咧，你要立即離開呢個會議廳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